點解話月令非常之重要咧？大家有冇諗過點解有啲人咧天生佢就非常之擅長管理，有啲人咧就更加適合自由職業，有啲人咧就天生財運亨通啊，但係有啲人咧就非常之勤力，先至可以一啲啲咁積累少少財富。其實呢啲玄機咧都藏喺我哋嘅月令裏邊嘅。月令決定咗我哋嘅天賦、性情、事方向，甚至乎你嘅人生成就嘅。剩低嘅就係八字組成嘅格局，亦都包括呢個行運嘅問題。咁今日我哋要深度解釋嘅咧就係月令嘅秘密，等你咧可以找到自己嘅天命職業。咁首先乜嘢係月令咧？咁我哋知道年月日時出世時間換成四柱咧，就構成咗我哋嘅八字命局啦。咁月柱嘅地支咧就係成個命盤嘅能量之序，佢掌控全局，就好似軍隊嘅大帥，決定咗你命中五行嘅旺衰，影響我哋先天性格、稟賦同埋事方向。三命通會話：大凡睇命，先睇月支，方看其他。月令咧為命也。如此關鍵咧，係因為佢係季節能量嘅直接體現。五行並非係非常之抽象嘅概念，如同自然界嘅一切對溫度、濕度嘅變化極為敏感，就好似水喺夏天容易蒸發，冬天咧容易結冰喎。咁人嘅命局咧都會因為月令嘅差異咧，呈現出咧截然不同嘅呢個狀態特質嘅。咁更加重要嘅係咧，每一個人嘅大運都係由月令推導出嚟嘅。月令唔單止決定咗你嘅先天稟賦啊，還深刻影響你嘅運勢嘅起伏。咁我哋先決定月令同日主嘅關係之後咧，就會決定咗你嘅天賦同埋方向。咁月令如果黑日主嘅時候咧，形成嘅咧就係官殺格局。呢一類人咧，天生咧就具備強大嘅自我約束力噶。佢哋適合從事咧管理啊、技術啊、公務員啊、企業高管啊或者律師啊呢啲咁嘅職業嘅。咁呢種職業咧，亦都可以咧令到佢哋如魚得水啊。咁佢哋所追求嘅咧，亦都係社會地位同埋事業成就嘅。權力場咧就係佢哋最好嘅舞台。咁當月令新日主嘅時候咧，就構成咗呢個印獸格局喎。呢一類人嘅思維縝密啊，中意學嘢，就好似教師啊、作家啊、研究員啊、命理師啊、日導啊呢啲職業咧，都係非常之能夠發揮佢哋嘅優勢嘅。呢一類人咧，視工作咧為自我提升嘅途徑，更加注重咩嘢咧？注重精神世界嘅充實。現實中好多從事文化教育啊行業呢啲人咧，都係往往帶有明顯嘅印獸嘅特徵嘅。咁如果日主咧黑月令嘅時候咧，就形成咗呢個妻財嘅格局。呢一類人咧，天生咧對財富敏感啊，然後銷售啊、金融啊、經商啊呢一類需要同金錢直接打交道嘅職業咧，就最適合佢哋啦。佢哋現實而精明，善於咧捕捉呢個機會。往往咧能係商界闖出一片天地。當日主新月令嘅時候咧，產生嘅係食傷格局。呢一類人咧創意十足，表達同埋表演能力咧都係非常之出眾嘅。好似藝術家啊、程序員啊、自由職業啊呢一類需要創意啊、創造力嘅工作咧，就非常之容易令到佢發光發熱。佢哋討厭束縛，追求個性嘅自由表達。當月令與日主咧五行相同嘅時候咧，就構成呢個比劫格局啊。咁呢一類人咧，競爭力非常之強，勇於去擔當，創意者啊、團隊領袖啊呢一類嘅角色咧，就最能夠體現佢哋嘅價值嘅。佢哋信奉別人有嘅，我都要有，喺各個領域裏邊咧都要力爭上游啊。咁第三個咧就係我哋要睇月令嘅呢個純度。月令嘅純度咧，係直接影響到人生嘅。如果你係出世喺子午卯酉呢四個月，能量非常之純粹嘅月份咧，往往呢個目標咧明確，就係非常之專注，容易喺某一個領域咧攞到好大嘅成就。但係一旦咧遭遇到呢個重大嘅挫折咧，打擊啊，就額外沉重嘅。咁人心自害呢四個月咧就充滿變動啦。呢一類人咧精力非常之旺盛，但係都容易三心兩意啊，適合需要靈活應變嘅工作。屬丑未呢四個月嘅能量咧最為複雜，因為佢哋係木，亦都係父。咁出世呢啲月份嘅人咧，常常咧思緒萬千啊，需要找到明確嘅專注點咧，先去突破呢個迷茫，從事自己嘅天賦職業嘅。如果真係有機緣從事到自己嘅天賦職業，係咪真係好咧？
萬事萬物啊都有兩面性嘅，就算做自己真正喜歡嘅事情，都冇可能話一啲唔喜歡嘅事情都唔接觸嘅。譬如話你適合做銷售，中意與人打交道嘅，通曉呢個人情世故嘅。但係銷售真正要做得好，可能你都要識得太枯燥嘅密密麻麻嘅報表數據，亦都要對呢個專業領域嘅東西咧有所探知，係咪？咁如果暫時冇機緣從事自己嘅天賦職業嘅咧，係咪真係差咧？都唔盡然。就好似食相格嘅人，如果冇做生意嘅，冇做藝術嘅，但係佢咧一般有人際交往同埋表達嘅優勢。如果觀察格嘅係冇做官嘅，但係你可以喺其他嘅職業當中咧表現出對事業嘅追求啊，呢一種嚮往嘅。任色好重嘅人咧，本嚟我哋話適合去做病理師啊，入道係咪？但係如果你冇做嘅，你亦都會比一般嘅人嘅邏輯同埋第六感要強好多，有咁嘅優勢。由此可見咧，我哋嘅命咧僅僅係先天，但係如果我哋暫時仲未有機緣從事到天賦職業咧，都唔需要意興闌珊嘅。人生中每一步走過嘅路，其實都算數。喺現實當中咧，我哋當然我哋要揾食啦，亦都先做好當下能夠做嘅事情啦，學好能夠學習到嘅技能啦，然之後喺力所能及嘅呢個業餘嘅時間裏邊咧，再慢慢咁挖掘自己嘅天賦，等待機緣，有朝一日可以喺自己嘅天賦領域裏邊做出一番成就。